电影《X 战警》系列推出，黑凤凰的独立电影推出最新预告，剧情描述秦葛雷怎么来到变种人学校，以及如何从正派黑化，主要班底都回归，还有杰西卡·崔斯坦饰演的神秘反派也在预告中亮相。电影《X 战警：黑凤凰》去吧，寇特，他在哪里？抱歉，秦变种人在太空执行任务，一场意外却让凤凰女秦葛雷变成拥有强大力量的黑凤凰，并且逐渐黑化。电影《X 战警》系列推出独立电影《黑凤凰》，神秘力量超强大，包括 X 教授詹姆斯·麦考威、万磁王麦克法斯宾达、模型女珍妮佛·劳伦斯等。电影《X 战警：黑凤凰》，我不会放弃你，秦，家人就是这样，够了，我们会互相照顾。住手，别逼我！不光是原班人马有看头，还加入新角色，金球奖影后杰西卡·崔斯坦在电影中神秘反派角色。电影《X 战警：黑凤凰》，对害怕的事情，他们会设法消灭。你是被轮椅男使唤的害怕小女孩，还是这星球上的最强大力量超级英雄系列电影《黑凤凰》？秦葛雷吸收凤凰之力的过程，其实跟惊奇队长很雷同，都是经历一场死亡危机后，反而变得很强大。电影《X 战警：黑凤凰》，想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吗？女英雄当道，不光是最近上映的惊奇队长，这回 X 战警系列推独立电影《黑凤凰》，预计6月份的时候上映。一系列超强卡司加上新故事，已经让粉丝迫不及待。